5月14日，黃金得益於前日大跌後的逢低買入，同時美國通脹數據弱於預期，亦提供支撐。黃金價格繼續上升，站穩$3200上方。現貨黃金升0.46%，收報$3249.90。美國 CPI 數據發佈後，出現一波 V 型反轉，美元指數當天下跌0.77%，收於101.002。周一金價因中美達成協議消息出現大幅回落，但對中國商品關稅仍維持在30%，這對經濟相當不利。分析師表示，在中美同意暫時減低關稅後，美元可能會落後於美國股市。減低關稅有利於全球經濟增長，也減低了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。美國的經濟增長可能仍將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。與此同時，美國國債收益率和美元走弱，因為貿易休戰引發的債券拋售消退。美國4月份 CPI 年率為2.3%，略低於3月份的2.4%。美國勞工統計局表示，4月份的數據是自2021年2月以來的最小讀數。核心 CPI 年率保持在2.8%，符合預期。數據公佈後，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下跌，為4.442%，兩年期美債收益率也走低，為3.975%。美元指數下跌0.3%，但由於未來貿易談判的不確定性，金價周二重上$3200上方。金融市場預計美聯儲將於9月恢復寬鬆政策，利率下跌將增強黃金的吸引力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